謝霆鋒演唱會後台花絮，兩個戀子等爸爸，更多日常照曝光，太衰了。前段時間，娛樂圈一大盛事就是謝霆鋒時隔20年再開演唱會，而且是連續4場。這次演唱會意義重大，20年物是人非，樁樁變化，身邊的人來來往往，所以謝霆鋒的家人和公司同事很多都參加了。英皇老闆親自過來給謝霆鋒撐場面，旁邊的 Twins 宋祖兒想必大家都熟悉，還有許久未露面的媽媽帶着她現在的老公一起給兒子加油。看到兒子那麼受歡迎，她自己也激動的站起來。天后王菲也現身演唱會現場，她在比較幽靜的位置，但還是被網友拍到。偶然還有謝霆鋒的兩個兒子，他們都過去給老爸助威了。這次演唱會，謝霆鋒父親和妹妹沒有到場。父親年齡大了，身體不太好，妹妹遠在國外又懷孕，也不能趕過來。不過有這麼多親人在現場已經很幸福了。近日有網友放出了謝霆鋒演唱會後台花絮，演唱會圓滿舉辦，自然離不開幕後工作人員的努力。謝霆鋒下台後，和這些人一一握手擁抱，感謝他們的全力付出，才有了這幾場精彩的演唱會。當謝霆鋒忙着和工作人員告別時，他兩個兒子靜靜站在人群中等待。大兒子的眼睛始終盯着父親，從來沒有離開過。看他的站姿，就是很乖的小孩，一心等着爸爸下班。反觀小兒子，眼睛不知道在瞅什麼，似乎那裏有更吸引他的東西。小兒子看上去更加放蕩不羈，他跟父親的感情可能沒那麼深。當初謝霆鋒和張柏芝離婚時，大兒子7歲，小兒子2歲，可以說小兒子的童年沒有父親。大兒子已經記事，離開父親生活應該有些難過吧。從大兒子種種態度和眼神都能看出來，他更加崇拜父親。這次演唱會讓網友又重新認識了謝霆鋒兩個念子。有一段時間，網上流傳大兒子的照片，網友都說大兒子長殘了，不好看。這次大兒子現身，直接粉碎那些謠言。他跟爸爸長得很像，雖說沒爸爸帥氣，但也是帥哥級別的。大兒子同樣喜歡音樂和運動，看他的運動笑，活力滿滿。小兒子更像母親張柏芝，尤其鼻子和嘴巴。這一張照片看起來更像是另一種類型的帥哥。小兒子正在整牙，嘴巴看起來有點突，不過隨着牙齒矯正好，嘴巴也會跟着變好看。小兒子看起來更加活潑調皮，這張照片和媽媽一模一樣。張柏芝把兩個兒子都養得很好，大的穩重，小的活潑。唯一的遺憾是童年沒有父親陪伴，不過看到他們都很陽光，網友還是很欣慰，覺得張柏芝是一個好母親。張柏芝有3個兒子，現在工作雖然辛苦些，但是他的福氣在後頭。晚年有3個兒子陪在身邊，一大家人會多麼歡樂和諧。謝霆鋒還是厲害，要才華有才華，會唱歌會演戲。20年不開演唱會，開一次就還是很轟動。雖然總有些人說他歌不好聽，但也架不住還是有很多人覺得好聽。重要的是，他要商業頭腦也有，買後場都能賣15個億出來。這一點估計跟他的認真、要求完美有關。他說自己是處女座，做事很容易追求完美，這樣的人選中一件事就會做到極致。偶然做商業還得有良心，不能只圖賺快錢。謝霆鋒那種不疾不徐慢慢來的心態，那種不敷衍不着急賺錢的心態，其實才能產生好產品。再說他的愛情觀也挺端正，談戀愛談一個就是一個，八卦緋聞都沾不到一點邊。跟王菲戀愛後，可能是年輕時不太懂如何去愛去相處，加上兩人的年齡差距和當時在娛樂圈的地位差距，讓他有壓力，結果就跟張柏芝走得有點近。
很有可能跟王菲是因為產生誤會才分開的。但是後來王菲嫁人了，他也娶了張柏芝，只是這段情終究還是有點草率。兩個人除了年紀外表般配，性格上也並不是很合適。後來王菲離婚了，他也離婚了，失而復得，一處就是多年。雖然沒結婚，卻是肉眼可見的甜。而王菲的三個男人中，也是謝霆最優秀，花期長，人品好，髮量多，少年感，時尚有範不過期。不過對比起來，王菲花期也挺長，50多歲了，依舊額頭光潔，眼神清澈。因為她知世故而不世故，簡單純真又不失個性。謝霆鋒跟王菲很多性情都一樣，都是喜歡簡單內心清澈的那類人，所以互相懂得又彼此欣賞，是正兒八經的靈魂伴侶。怪不得還會為對方回頭並在一起安安靜靜長長久久。同類人就是他們兜兜轉轉還是覺得對方最好，且各自離婚又回頭在一起的原因。2025年4月的香港啟德體育園，當黃種人的激昂旋律響起，4萬觀眾的合唱聲掀翻穹頂。舞台中央，43歲的謝霆鋒手持定制長繩話筒架，提衣下肌肉線條隨鼓點起伏，嘶喉高音穿透夜空。這個闊別樂壇20載的男人，用一場3小時無電音、無提詞器的硬的演出，向世界宣告真正的頂流永遠不會被時間馴服。舞台封神，科技美學與搖滾精神的世紀碰撞。這場名為 Evolution Nick Live 的演唱會，堪稱華語樂壇的技術革命。謝霆鋒邀請北京奧運會開幕式團隊打造14米高空懸浮球體，球體表面實時投影地球與星空動態畫面，配合1300台 Acme 燈光設備，將黃種人的民族精神具象化為視覺奇觀。演唱會中段，他乘坐巨型球體升至半空，在全息投影矩陣中完成《蝴蝶》的心情演繹，將傳統與未來完美融合，連唱活着 Viva 因為愛所以愛等12首金曲，全程無換氣瑕疵。副歌部分與觀眾的萬人合唱震得音響共振，網友立評：他這是開演唱會還是開軍訓拉練？更震撼的是市場號召力，香港啟德體育園連開4場，門票30秒搶空，黃牛票最高炒到17萬港元，4場總觀演人次超17萬，創華語演唱會一家紀錄。抖音風味挑戰賽播放量破50億，B 站黃種人混剪播放量破億，連地鐵站都隨機播放他的預錄廣播，整個城市沉浸在霆鋒風暴中。商業帝國，從歌手到跨界商業領袖的逆襲。謝霆鋒的人生軌跡本身就是一部熱血勵志傳奇。2014年跨界創辦12道風味，為學才藝在米其林3星餐廳被主廚馬哭仍堅持，最終將美食 IP 發展成估值超15億的商業帝國。風味派烤腸年銷售額破10億，與茅台聯名的風味醬香腸單日銷售額破2000萬，更將預製菜帶入分子料理時代。2025年與徐邦合作推出減鹽30%生抽，3天售罄50萬瓶，帶動品牌股價飆升5.8%，其持有的0.8%股份單日增值3800萬。這種捲死同行、捲屋自己的硬釘態度，讓他從歌手、演員、廚師到商人，每一次跨界都成為行業標杆。風味派烤腸連續3年穩居全國銷量榜首。線下入駐15000家門店，線上覆蓋抖音、天貓等平台，形成內容家電商的閉環生態。時代回響，情懷殺與專業主義的雙重奏。演唱會現場，80餘位明星藝人齊聚，從老牌唱將到當紅流量，共同見證這場世紀狂歡。當因為愛所以愛前奏響起，全場80後父母帶着00後子女合唱。這種跨代際共鳴正是它的核心競爭力。數據顯示，25歲以下購票人群佔比37%。B 站黃種人混剪播放量破億，抖音風味挑戰賽吸引超500萬用戶參與，證明他的粉絲群體早已從瘋狂打榜轉向默默消費。演唱會場均消費超2000元，
風味天貓店面銷售額破3億。更值得關注的是他的專業主義，演唱會全程無提詞器、無電音，復刻1999年 Viva Live 經典造型，黑色鉚釘皮衣配破洞牛仔褲，重現招牌甩頭煞時，汗水順着下頰線滴落的瞬間，讓00後粉絲驚呼：這業務能力是成了防腐劑嗎？連香港樂評人都驚嘆他的現場表現力比20年前更具侵略性。這才是真正的舞台王者。4. 社會價值，從偶像到文化符號的蛻變，謝霆鋒的影響力早已超越娛樂圈。2025年演唱會期間，他將定製話筒價拍賣126萬元善款，全部用於流浪動物救助，帶動北京某救助站收到20噸貓糧捐贈。這種公益加藝術的模式，讓商業價值與社會價值產生共振。30%的95後買家留言為文化脊梁買單，搖滾精神不止於吶喊。在影視領域，他的海關戰線帶火廈門取景地旅遊，風味拉動5省農產品銷量。這種作品積流量的法則，讓他成為金像獎史上最年輕的滿貫影帝。12部作品入選北電教材。正如人民日報評價，謝霆鋒用28年證明，真正的頂流是能將個人 IP 轉化為文化認同與社會責任的雙重坐標。2025年的謝霆鋒依然是那個在暴雨中狂奔3天3夜導致耳目穿孔的叛命三郎，是那個在米其林廚房被罵哭仍堅持的美食匠人，更是那個用長城話筒價定義民族精神的搖滾戰士。當啟德體育園的燈光熄滅，那些關於頂流的爭論或許不再重要，真正流傳的是一個明星如何用20年時間將叛逆的搖滾基因刻寫成華語樂壇的進化密碼。